老小朋友们，
trái rồi thì mình sẽ tốt chưa được是报啊，那要不干掉了，我专业，怎么专业啊？才到家要这说要奥特不是的，要人家海家就讲叫你海家，我说呀，你也不什么，三毛钱到高，我才做了没啊？这不行，三毛是不行，要了嘛，叫头脑才是真的啊！走吧，不行也行，不说，念忘不是嘛？念不下一下。